主后2024年9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深经定君的属灵性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24章第19到27节。约阿施做王的时，才7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40年。伊的老母叫做西比亚，是别是巴人。这是耶和华大活地的时，约阿施做上主看做好的事。耶和华大甲伊娶2个某，伊有生后生查某囝。后来，约阿施决定要整修上主的殿，就调集祭司甲利未人，甲因讲：恁着去犹大逐个城，对以色列众人收税金，通逐年修理上帝的殿。恁着赶紧办理这个事。毋过利未人无随时办理。王调因的领袖耶和华大来，对伊讲：上主的仆人摩西甲以色列的会众，有为着约柜的会众规定着立的誓。你是安怎拢无命令利未人对犹大甲耶路撒冷定修？因为迄个歹妇人阿他尼亚甲第伊个捌侵入上帝的殿，搁用上主殿内圣化归上主的物献互巴力。王就命令人做一个奉献柜，设伫上主圣殿的门外。伊搁对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民宣布，着照上帝的仆人摩西伫旷野所规定着献的税金，带来献互上主。所有的首领甲人民拢欢喜，带来落伫奉献柜到殿起来。利未人看到奉献柜已经变，就带去互王派的官员。王的书记甲大祭司的代表就来，将内面的银收起来，才搁将奉献柜下转去原位。因逐日安尼做，收到的银真多。王甲耶和华大将钱交互监督整修上主圣殿的人，因就请拍石、做木、拍铁甲拍铜的师傅修理上主的圣殿。做工的人拢真认真做工，修理的工程真顺利完成。上帝的圣殿恢复亲像以前，搁真坚固。完工了后，因将所剩的钱交互王甲耶和华大，摕来做上主殿内的器具，就是服侍甲献烧化祭的器具。耶和华大活地的时，人常常伫上主的圣殿献烧化祭。耶和华大年老岁数足就死，死的时130岁。人将伊甲列王做伙安葬伫大卫城，因为伊伫以色列中为上帝甲上帝的殿有真大的贡献。耶和华大死了，犹大众首领来朝见王，王接受因的意见。王甲众首领放杀上主因列祖的上帝的殿，去服侍阿舍拉女神甲偶像，因犯这个罪，上帝的大受气就临到犹大甲耶路撒冷。虽然上主找先知去因遐要带因归向上主，先知甲因警告，毋过因毋听。迄时，上帝的神临到祭司耶和华大的囝撒加利亚，伊徛伫悬的所在，对人民讲：上帝安尼讲，恁是安怎违背上主的诫命，直到未形同反映？因为恁去杀上主，上主嘛去杀恁。因强无要害撒加利亚，就照王的命令，
伫上主圣殿的埕用石头甲伊钉死。约阿施王无纪念撒加利亚的老爸耶何亚大对伊的温情，害死耶何亚大的囝。撒加利亚死的时讲：愿上主监察伸冤。年尾，叙利亚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施，来到犹大甲耶路撒冷，杀死人民的首领，将所抢的战利品运去大马士革王遐。叙利亚的军兵只有一小队的人，毋过上主予因打败犹大大军，是因为犹大放杀上主因列祖的上帝，才用安尼责罚约阿施。约阿施受重伤，叙利亚的军兵撤退了后，约阿施的人臣陪伴伊，为了报复伊杀害祭司耶何亚大遐个囝，将伊杀死伫伊家己的眠床。人将伊安葬伫大卫城，毋过无甲列王同做伙。陪伴伊的是阿文的妇人人，是米押的囝撒伯，甲摩押的妇人人，是米利的囝约撒伯。有关约阿施遐个囝，甲对伊的预言，以及伊整修上帝圣殿的事迹，拢记载伫《列王评论集》。伊的囝阿玛谢续接伊做王。深经定军的属灵性命。今日的经文中，约阿施的故事为咱的信仰带来一寡反思。约阿施7岁的时登基做犹大王，伫耶路撒冷统治40年。伊伫祭司耶何亚大辅佐期间，行做上帝看做对的事。在位无偌久，伊就决定整修圣殿，此举互人民的信仰得到恢复，佮展现伊对上帝的信心佮顺服。总是对着耶何亚大离世，约阿施开始偏离正道。伊听对犹大领袖的话，做违背上帝命令的事，毋领无伫圣殿敬拜上帝，还落入拜偶像的罪恶。约阿施的信仰，就亲像马太福音13章第39、第8节耶稣讲的：夜整的譬喻中，迄落着点浅土的石仔地顶面的种子。种子虽然有腐芽，却因为定菌无侵，真紧就枯干。约阿施安尼，今日有真侪基督徒也是安尼。起初对信仰充满热诚，后来随从世界的声音，因为经袂起生活的挑战和诱惑，就做出上帝无欢喜的代志，得罪上帝。咱爱安怎坚定持守信仰，无偏离上帝的道路呢？第一，爱深经咱的属灵性命。属灵性命要稳固甲坚定，是一个真长远佮持续的过程，需要时间、努力和意志的投入。昆读圣经，持续个人灵修，稳定智慧和信仰社群连结，透过这个实践，会当帮助咱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深经属灵生命的过程，会经历激情、热情、平淡等无同感受，也会学到知捌上的相信，甲情感上的相信，总是真正会当互人持守信仰袂轻易受影响的是意志上的相信。第二，爱互耶稣基督王国价值观伫生命中定根。
约阿斯眼中的上帝，讲白只是耶和华大的上帝，所以当伊身躯边无搁再有耶和华大，安尼的信仰前辈随时提醒督促，真容易就远离上帝。亲近属灵的生命，是甲信仰前辈的上帝变成我的上帝的过程，也就是互耶稣基督的王国价值观和原则伫咱的生命中定根。希伯来书12章28节安尼讲，所以咱着感谢，因为咱有得到迄个未受摇动的国度。咱着照上帝所欢喜的，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。面对一日破碎、不断变动佮充满有限的世界，耶稣基督迄个袂当震动的国度，是咱的愿望和信仰的基础。属灵的生命需要一次搁再一次的进深，伫每一次考验中学习，独独仰望主，一层过一层，将信仰内化到生命中，直到信仰诚侪信念，亲近生根的属灵生命，才会当伫这多变破碎的世界徛在不摇。默想，什么是亲近属灵生命的核心？亲近属灵生命对我的意义是甚么？属灵生命的稳定成长，伫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有甚么帮助？什么是亲近属灵生命的核心？亲近属灵生命对我的意义是甚么？属灵生命的稳定成长，伫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有甚么帮助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恩典甲怜悯伫我的生命中。我知影这个世界充满挑战和试炼，但我相信你的应允，知影你甲我同在，要保护我无落入凶恶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